要讲迄个20多年前吼，迄是一个对美国专门进来做可是体那个主流音乐界做事情，做编曲制造那个但是就讲做一段时间，就感觉讲，遐种个音乐吼，就流行音乐个东西吼，就一个当公式化的一种重要。佮同来当初上海风音乐个那个想法不相同，所以慢慢的去想要讲离开遐个环境，哦，想要去寻一家深度的想要做音乐，佮拄好也请拄好如个伊段时间哦，入去接触到遐个天涯吼，迄个同学家有关系合好现的遐个好人好人的天涯，所以就将遐个深度的个想法吼，所以有个实际呈现的机会吼，遐天涯地方用对客家音乐的遐种的为了想表达深度的安尼个东西吼，真是实现出来本大家谈到，所以遐个事情吼，当然就鼓励到撒下来吼，规则的再继续从事客家音乐的遐个歌唱。不是讲也是就对客家规则的吼，比如客家语言，可能要熟悉遐个事情吼，还蛮感觉到哦，因为做些环境吼，迄可以讲毋免客家环境。也亲手机会同遐个客家，比如讲做文化工作的遐个大家共下吼，这个还有不一点都有比可是创作客家音乐的时间，这样拄多的啦吼。所以讲，轻开头的时间吼，先单纯讲，因为客家迄个行业迄个特殊个素材，吼，种安尼讲，创作人来讲吼。先从迄如讲要浅薄的素材的创作，无论迄绘画吼、雕刻吼，再讲甚至天样，吼音乐当然啦迄，所以讲其实最头先，我会上多会用客家迄，我发现到即家的语言本身就迄个真特殊的一个素材吼，创作素材。因为流行歌大家拢知的，拢写你讲量身定做，去写配音要写一家，吼，所以迄摆即家发现到客家时阵吼，佮完全同过去写流行音乐无相同，心情完全无相同。佮时阵写歌的吼，我真实感觉到，我即家有在写歌的，就讲慢慢的像发现，讲安尼咧做的事情吼，毋但迄一家要创造天天，汉语如讲也都无法度片面哦，但是呢，就讲安尼一天去开下来，一个有关传承啊，哦，也啥讲安尼客家文化讲的件事情哦，因为啊亲自然就安尼接受下来。我嘅每年台湾嘅歌流行音樂會，喺12月28號喺高雄嘅美麗島捷運站，我要喺個唱歌俾大家聽，歡迎大家來。